请问咱会当用倒一个词来形容看起来比实际搁较少年的？A. 7岁 B. 8岁 C. 9岁。7岁什么意思？7岁。比如讲切血寿啦，捌听过无？吼，你唔通做这个代志，那上帝你会去用切血寿。有，我刚才有3啦，我就唔知有几。这咱就爱问老师啊啦。第三是啥物？藏物件，伊这个藏是藏物件的藏血。坑血。死哦，做坑血。坑血。甲假的血吼，坑在边啊，看起来人较少年。所以咱药黑好啊，坑血好啊，好不好？坑血。好，你的答案是 C。坑血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坑血对唔对？莫甲我拢解对对。终于得到4金了。咱来问老师哈，来老师。来拄则咱诺哥吼解说了真好吼，坑血第一个人啊啦，迄个外表看起来平，伊实际年纪较少年，比如讲伊是50几岁嘛，啊，毋过看起来敢若40几岁，安尼来讲哦，迄个真够坑血吼。啊，啥物是咱的第2个选项是迄个8岁。不，第一个选项哈是7岁，迄毋是切哦，7岁哈。啊，其实咱正确讲法是7岁寿，就是折寿吼。比如讲，迄个你定定爱做歹代吼，你后摆会7岁寿哦，7岁寿哈。啊，折寿艺术哈。啊，甲一个是咱的这个5岁哈，5岁哈。咱一般咱台湾岁算法就是讲，你若出世有无？啊，就算1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若甲迄个同齐过一个年，啊，你会甲1岁啊，吼，甲加1岁。啊，所以迄个有的囡仔当出世无几工，无几点钟，哇！算开就2岁啊！哦，啊你其实伊的出世无2冬嘛，啊，若要算伊实际岁，你得甲屈掉1岁，屈掉1岁，这就叫做屈岁。